国家太空中心第一个家己做的光学遥测卫星升起，复为8号的头一粒卫星坐必定卫星。原本台湾时间透早2:18分，要来坐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升空，也毋过有抵达。然后 SpaceX 宣布为着安全取消发射，嘛拍算48点钟了后会个发射来试看卖。3、2、1。超过复为8号升起，由国家太空中心研制第一粒卫星，最必定卫星。本来台湾时间27透早2:18，要坐 SpaceX 的 Transporter 15火箭，自美国加州反登堡基地发射升空。不过伫发射直步时阵，火箭倒算时间一直停伫咧15分33秒。尾后 SpaceX 宣布，为着火箭甲卫星的安全，取消发射。不过火箭甲卫星即马状况拢正好。TSA 助理工程师吴定伟讲，应该是伫咧装液态氧的过程时阵，发现有异常的情形，才会甲发射倒算时间停落来。即使是像 SpaceX 这么有经验，他们还是会遇到就是有火箭有异常的情况。那但是只要紧急的，就是尽快的去做一些适当的处置，都还是可以尽量去降低它的问题。最必定卫星是复为8号星系的第一粒，这个星系是8粒卫星组成，将会伫未来几年陆续升空。加上嘛，抑搁伫咧服役的复为5号比起来，这边新卫星的影像解析度会当到1公尺以下，用多卫星同步运作，会当大幅度提升影像取像频率甲应用的弹性，像防灾、农业、地景改变的监测，将应用在国土规划、农业监测、灾害应变以及环境保护。来提升人民生活福祉，强化国家安全，让台湾更有力量面对各项挑战。因此，它被命名为齐柏林。希望齐柏林导演的精神可以延伸到太空，继续守望台湾，关照世界。最必定卫星本来是11月10日透早被发射，要有延2遍。第一遍是 SpaceX 因为天气甲火箭整备的进度延1天。第二遍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预算案卡关，行政规拢停落来。自11月7日开始，禁止伫早起6点到暗时10点的商业发射。复为8号发射的时间无法度缩到暗时，所以被迫延到27才发射。Space 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认这个整个的状况所以NASA团队当然会持续的待命等到整个发射的任务完成才会结束。好在在火箭甲卫星即马状况拢正好，按算伫台湾时间29透早2:18再一遍发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